今日想同大家介紹 Shopbox Loyalty Platform， 一個專為零售同 F&B 品牌打造嘅最強 CRM 系統，幫你將所有過路客變做終身熟客，唔使再分開用冇聯網嘅 POS、人手發送 SMS 或者驚唔見晒啲指引花卡。等我逐個拆解我哋嘅最強功能，我哋會一次過為你帶來數據中央處理、全自動化營銷流程、趣味遊戲化互動同埋最精準嘅客群分析數據。第一 ，One Central Hub， 我哋將你所有嘅數據集中喺同一個中央處理中心。當客人一俾錢 ，Post 數據就會即時觸發獎賞、會員等級同積分會1秒內同步更新。第二 ，Workflow Builder， 你可以用極之直觀嘅可視化界面，好似畫圖咁去建立營銷活動。只要客人觸發特定動作，系統就會自動跟進，幫你日以繼夜、不眠不休咁留住啲客。第三 ，Gamification， 令顧客回頭變得更加好玩。你可以直接推電子刮刮卡，同埋好似幸運大抽獎咁嘅輪盤遊戲，幫你將客戶嘅活躍度同參與率直接飆升超過40%。第四 ，Analytics， 透過清晰嘅統計特徵分析，你可以清清楚楚知道邊一類人買咗啲咩產品。利用呢啲數據，你就可以更精準咁做入貨同推廣決定。無論你係經營一間小店，定係管理擁有100間分店嘅連鎖網絡，Shopbox 都可以俾你用一個中央 dashboard 控制晒所有嘢，帶動高達30%嘅回頭率提升，同埋超高2.5倍嘅會員消費額。準備好升級你嘅會員系統未？即刻上 shopbox.com 預約免費演示。